嘅茶餐廳啊，正在集體執笠。香港而家嘅餐飲業有幾慘呢？33年嘅海皇粥店，頂峰嘅時期擁有30幾間店嘅，今年5月份咧全線結業啦。44歲嘅連鎖茶餐廳金裝燉奶佬亦都全線結業啦。首創冰皮月餅嘅大班麵包店6月份全線結業。35歲嘅老字號名都茶樓亦都喺9月份正式拉閘。上半年時間啊，香港已經有200幾間老字號紛紛關門執笠啦。香港嘅餐飲行業啊，面臨住重重困境。第一重困境就係嚟自兩餸飯嘅衝擊，一份兩餸飯兩菜一湯只要10幾港元，而茶餐廳咧50幾港紙咧都未必食得飽嘅。全港兩餸飯店嘅門店啊，4年時間數量增加咗115%。當中環同埋銅鑼灣嘅精英白領都排住隊去食平價快餐嘅時候，說明香港嘅年輕人咧已經係開啟咗反向嘅消費啦。第二重困境就係香港人嘅瘋狂北上消費。深圳嘅歡樂海岸、羅湖嘅萬象城、珠海嘅三寶超市同埋海鮮市場，仲有中山嘅石岐乳鴿，每一度都逼爆晒香港人。佢哋大多數都係着牛仔褲、雙肩包，一家大細集體出遊嘅。咁啊，港車北上配搭埋港珠澳大橋同埋呢個深中通道咧，開啟咗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新大門。成個暑假，港人北上消費嘅人次咧，同比舊年暴增咗9.3%。第三重困境就係疊加外部嘅競爭啦，直接係重創咗香港嘅茶餐廳。內地嘅連鎖品牌正喺度用性價比咧吊打香港嘅茶餐廳。就譬如綠茶餐廳冇照搬到內地嘅菜單，而係咧邀請香港米芝蓮嘅師傅咧研發本地嘅餐牌，價錢啊甚至比香港嘅粵菜館同埋呢個日料店咧仲要平咗33%。唔到1年嘅時間啊，開咗7間店，單店嘅績效咧仲係內地嘅3倍有多，完全佔據咗優勢嘅。由此可見，當茶餐廳顯得又老又貴又唔好食，年青人自然就會拋棄佢啦，而係選擇反向消費。根據社會學家三浦展嘅呢個理論，大灣區嘅超一線城市早就已經進入咗第5消費時代。面對外部嘅環境巨大壓力，香港年青人消費咧直擊剛需。香港嘅樓價高到去21萬一個方，超過咗紐約，超過咗倫敦，排喺全世界第一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啦？而家越嚟越多嘅香港年青人已經慢慢選擇咗食外賣啊！嗱，與此同時咧，美團香港正在通過呢個騎手補貼，降維打擊香港老字號呢啲電話訂餐模式，相當於直接衝擊傳統嘅訂餐渠道。再加上喺第5消費時代之下咧，香港嘅超單身主義係盛行嘅。香港未婚人數啊超過咗總人口嘅57%，佢哋冚唪唥都係奉行享樂型嘅消費。與其喺茶餐廳嗰度使錢又貴又枯燥，倒不如北上消費。香港人平均月薪3萬蚊，係深圳嘅5倍有多啦。而深圳嘅物價咧，只係香港嘅1/3。香港人嚟深圳消費，會明顯感覺到錢更加襟使嘅。呢一個現象背後啊，其實咧隱藏咗一個新嘅巨大嘅財富密碼。香港零售業經歷緊由大眾消費向到品質消費呢個轉型。咁啊，老牌老字號咧就唔可以再係倚老賣老啦，而係要尊重年青人嘅新需求。就譬如喺香港咧難以為繼嘅心仔記，就選擇上到嚟深圳開啟新嘅戰局，憑借住一份冒住白煙嘅冰鎮鮑魚同埋一杯免費嘅檸檬水，再加上比香港價錢低咗2-3成嘅定價，吸引咗好多嘅年青人瘋狂打卡。開鋪2個月時間就已經係飆升到羅湖餐飲人氣榜嘅第2名啦。講真嗰句啊，睇住呢一啲陪伴咗2代人嘅成長老字號，呢啲一個一個拉閘執笠，難免唏噓嘅。但係認真諗一下，一個時代從來都唔係靠情懷可以留得住嘅。香港茶餐廳嘅困境，亦都係論證咗所有行業嘅生存本質。無論係經營咗幾十年嘅老店，仍還是係啱啱起步嘅新品牌，邊個能夠讀懂當下消費者嘅真實需求？邊個能夠平衡好性價比同埋消費嘅情緒價值？邊個就可以喺市場嗰度企穩腳跟，佔一席之地？對於我哋嚟講，呢一個唔單止係一次餐飲行業嘅重新洗牌，更加係提醒我哋每一個人，時代一路喺度變嘅，唯有係順勢而為，貼近需求，先至能夠喺激盪嘅時代浪潮下低生存落嚟。你話係咪？